來看，在高雄後硬溪7月中才出現大量的魚仔死亡。在11日下晡，又有民眾來通報，講看到真濟魚仔病毒死去，而且這味閣真歹鼻，附近攏無人敢開窗仔門。水利局雖有派人去護魚仔，初步了解，那像是操作水閘門的問題，把這水位降了傷低，唔才會造成大量的魚仔死亡。味道都出來了，你那邊你通知1999好了。發現後硬溪死魚仔愈來愈多，巡守隊趕緊閣回報，高雄後硬溪7月中才清走5000公斤的死魚仔。11日下晡，民眾閣發現有魚仔散散病毒浮起來，而且數量愈來愈多，臭味嘛愈來愈重。因為我都是沿着這個河岸跑，就覺得有味道，但是今天的味道好像更嚴重，就我連在家裡關氣密窗，都覺得那味道非常臭。因為早上還有一陣雨嘛，所以量不多。中午的時候他們又通知，剛又傳照片了。所以我說我再出來看一次，跟早上就不一樣了。有比較多，而且味道真的非常濃郁。民眾講，雖望這回死魚仔量無頂介濟，不過連續2個月攏發生這款代志，已經影響到因的生活品質，毋茫趕緊找出原因。若水利處11日下晡嘛，隨派人去護魚仔了解狀況，環保局嘛去抽驗水質，同時對附近的工廠店家進行專案稽查，發現水質正常，不過游泳量有較低，敢若是因為水利署咧進行水閘門倒壩的操作，後硬溪水位向降低，魚仔才會死幾片。研判新中治水閘門倒壩導致水位過低，魚隻無法游動，缺氧死亡。另針對後勁溪沿岸餐飲業111家執行專案稽查，今日發現5家餐飲業排放含硫磺濁污水不合格。環保局已經對5間違規店家開罰單，限期改善。水利局嘛佇水尾救索來查死魚仔，派人去護起來底規地，要再去處理，避免天氣一熱，臭味會愈來愈重。不過民眾毋茫飼虎，會當加強監控，袂使見擺攏等甲魚仔死規堆，才要來清來查。記者柯家如、邱朝陽、高陽昌報道。